大家又知唔知如今五光十色嘅富國島曾經係一個慘絕人寰嘅監獄呢？如果大家嚟富國島旅遊嘅話呢，不妨咧去呢個免費嘅景點富國島監獄參觀。佢咧係建於1967年嘅，總共關押咗咧近4萬名越南戰爭期間咧北越士兵同埋政治反對派嘅。好多嘅囚犯咧都受盡非人道嘅酷刑同埋虐待嘅，好似用呢個虎籠困住呢啲囚犯日曬雨淋啦，或者用呢個密不透風嘅大貨櫃咧困住佢哋過活，完全不敢想象。呢度咧仲有唔同嘅假人去到展示咧當時各種嘅酷刑，究竟係要幾咁殘忍同埋變態先可以咧千方百計將一個活生生嘅人咧整到死去活？有幾個咧我覺得比較深刻同埋恐怖嘅係咧將人咧浸落油鍋啦，用強光照眼啦，灌水啦，將釘插入身體入面，完全係殘忍至極啊！呢度咧仲記錄咗咧當時唯一一次嘅大型屠獄事件，就發生咧喺呢個1969年嘅。囚犯們咧組咗一條咧專門刮地道嘅小隊，刮咗一條咧總共長113米嘅地下通道，最後咧係有41個人咧屠獄成功嘅。喺個地下通道走翻出嚟咧，就係呢個展覽嘅完結啦，就好似啲屠獄人士咁咧，終於可以離開呢個人間嘅煉獄。喺入口處旁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展覽咧，去到展示出一啲真實嘅圖畫同埋相嘅，仲有更加多關於呢個監獄嘅補充資料。大家如果有時間咧，記得收藏呢一個咧別具意義嘅行程啦。